是安怎？看你这几工好亲像有心事啊。无啊，我要哪有啥物心事？无是上好，我是你的护花使者，爱使你心情好，无任何的烦恼。你敢真是遐尔啊关心我？哎，迄当然的啊，啊无是要安怎讲？咱的形影随时都不离呢。公主，我有代志想要甲你讲，这是我的心事，希望你会当替我出一个仔主意。你讲互我听看觅。黄瓜牛，黄瓜牛，是啥物代志？你哪这尔啊紧张咧？啊是。小翠，啊是啥物秘密话伫咧讲我听咧哈？看你敢若真神秘安怎？无啊，无啥物代志啦，是因为是因为我一个旧人客来伫咧找我，要叫我去陪伊啦。哦，那安尼你唔紧去？好啦，啊无我来去，念伊就倒转来，啊你踮咧房间等我哦。咱来去。姑娘，你哪来遮呢？我拄则听到一阵凄凉空笑的声音，好亲像查某囡仔的声。伊是啥物人？我嘛唔知影。叶公主，万花楼的代志上好，你先莫问。如果你若是甘离开雪红姑娘，你就赶紧离开遮。我也无要离开万花楼。为什么？我来万花楼虽然是无偌久的日子，但发觉有真侪互我怀疑的代志，也阁有一顺说谎，对我的态度愈来是愈袂了解。公主，这个代志甲你拢无关联，为什么你要费尽心思呢？我是劝你赶紧离开遮。就算就这万花楼是一个龙潭会，我也要搁传授因的秘密。叶公主，你也有，温娘你也是我一个妹，你甲因是不理我。叶公主，你千万唔通去互叶师傅较严大人发现，因为这个花园是唔准任何人进入。你赶紧离开遮，你才袂有性命危险。不理我，你伫倒位啊？今仔做人客啊？我毋是着大爷，你认唔着人咯？着是，你无死，你无死。姑娘，你还真赶来这尔啊样，三年久拢无来看我。姑娘，你是叫做什么名？连我
怪你啊！你敢是南清宫什么娘娘叫你去找伊的什么亲情？啊，你有找着无？你即摆伫咧讲啥物？南清宫，你搁讲一遍互我听好。姑娘，你要去倒位？你再甲我讲一遍，你要倒咧？我唔知啊！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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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姑娘。清，你毋能怪我心凶，只怪你家己太爱管闲事咧。德清已经昏去了。那安尼还佫较好，免得咱费心。不如你着赶紧的用石头对这个咸水门全咧甲伊踢咧，安尼以后食，当然就会心不知肺不觉。